台北市警用监视器传输费用的争议，引发前任现任的市长对峙。昨蒋万安宣布解除郭文德任内和台电公签的合约，不过郭文德今仔日是个跳出来反驳，讲因伫咧2017年时根本就无3枚汇率。另外，议员嘛质疑相关的人员失职，才会出现绩效无合理的风波。台北市议员陈中文涉嫌收受警用监视器业者台电公的乌西宏基也警告，相关合约是继续引起前后任的市长郭文泰和蒋万安在空中在相骂。蒋万安25宣布讲，启动解除106年郭文泰签的3枚价2200块专案汇率的合约。民众党质疑讲，台电公涉弊案，台北市政府会当演技来解无约，一直把汇率颠倒亲像在护航厂商。所以我非常有自信的，我的部分不会有什么问题。106年根本就没有3 mega 的汇率，从陈创文打人的公霸仗跑，你知道吗？这真的要办下去不得了，一狗票了。为什么到今天还要故意鱼目混珠？你明明知道这一约一签就是106到125这样子的年限，却故意好像讲的只是在签106年那一年而已。当初所定出来的3 mega 的这个部分的费率是2200元，到底怎么算出来的？郭文泰批评讲，蒋万安要推翻106年的契约，但迄年无3枚价的汇率。台北市政府嘛回击，郭文泰签的合约规范的日期是对106年到125年，之间所有的汇率要安怎定，拢是照106年签的内容去进行。议员嘛质疑讲，相关人员无积极在作为，才互报价无合理。我们从业务主管的副秘书长以及相对开会的资讯局的主管相关承办人员，他们有失职，没有负责任的去争取跟市价相对等的价格，传输会比市价高出许多，这个也就是今天弊端的来源啦。台北市警用监视器传输费的争议一直烧，蒋万安话讲，虽解除郭市府任内和台电公签的主合约，台电公公司一切拢照合约来履行，解除主约部分条文的部分是尊重市府的决定。记者综合报道。